我哋成日聽到啊，美國嘅 GDP 大過我哋中國1.5倍，但事實上咧，美國嘅經濟又好似唔係咁好喎。其實世界上啊，去衡量一個國家嘅經濟實力啊，唔單止 GDP 㗎。近幾年我哋成日都聽到啊，購買力平均價值。若然我哋用呢一個數據嚟計算啊，中國嘅經濟實力係分分鐘高過美國㗎。咁究竟呢個數值係代表緊啲乜嘢？而喺實際嘅經濟情況裏面啊，美國係咪真係勁過我哋中國呢？香港青年走在最前，大家好，我係小明。最近 IMF 啊又出咗一個新嘅報告，就叫做購買力平均價值。若然你用呢個購買力評價計算啊，中國每一年啊就係40億美元，而美國即係30億美元咋。其實相差呢10億美元嘅價值咧，已經等同成個日本一整年嘅平均購買力㗎啦。咁究竟啊，購買力評價我哋中國係高於美國咁多，又代唔代表住我哋中國係碾壓住美國呢？咁好啦，講呢系列嘅數據之前啊，我哋就要講下乜嘢叫做購買力評價先。首先我哋成日聽到嘅 GDP 咧，係受好多因素所影響㗎。其中一個影響得最多啊，就係匯率。咁啊，購買力評價咧，其實就唔計匯率嘅，就係講緊嗰個國家嘅貨幣嘅實際購買力。簡單啲嚟講啦，無論係津巴布韋幣又好，美元又好，人民幣又好，咁究竟1蚊當地嘅貨幣能唔能夠買到一個麵包先？又或者同等價值嘅貨幣啊，能唔能夠買到相應嘅貨品先？因為要用呢一個計算方法，先能夠計得出嗰個國家嘅實際購買力嘅。由我哋平時啊嗰啲建築工人用嘅水泥，又或者屋企嘅家電、汽車，其實我哋中國喺各類型嘅產品上面，嗰個實際購買力啊，亦都係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㗎。咁講到呢啲產品，就當然要講講佢哋嘅來源地啦。就以我哋一開始講過嘅水泥啊，淨係單從水泥呢一個項目，我哋中國嘅產量已經佔咗全球嘅一半。再加埋而家日常用緊嘅電子產品啊，又或者新能源汽車啊，大部分都係來自於我哋中國嘅。呢一類型嘅實體經濟咧，就並唔係話好似美國咁樣，所有嘅財政都係吹出嚟嘅，全部都係財技嚟嘅。冇錯，現時美國佢哋成日吹噓啊，佢哋嘅 GDP 大過我哋中國1.5倍有多。但係呢幾年嚟啊，已經有好多經濟學家講過啦，美國嘅 GDP 係吹出嚟嘅，只不過因為美國嘅基數大，就將呢個經濟數字越吹越漲啦。現時美國嘅國債已經突破咗37萬億美元㗎啦。淨係計利息咋，每一年都要俾1萬億利息啊！一年咧就得365日嘅啫。若然咁樣計一計啊，美國政府每一日啊都要揾27億出嚟做利息嘅。所以現時美國政府嘅狀況咧，就等同嗰啲月光族嘅後生仔，每一個月一出糧啊，大部分嘅錢都要攞嚟找卡數嘅。美國嘅經濟問題唔單止利息㗎，仲有通脹。通脹嚴重啊，係會直接影響個國家嘅經濟發展嘅。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嘅數字，單係1年咋，美國嘅食品價格上升咗3.2%，燃油價格升咗15%。咁當然啦，物價上漲咗，人民嘅工資咧亦都有所上漲嘅。但係咪就係佢哋人工上升咗，佢哋就能夠對抗通脹呢？根據民調啊，現時美國人嘅購買力係出現咗下滑嘅跡象㗎。同埋美國嘅 GDP 非常之唔健康嘅。咁美國嘅製造業有幾強大，相信我就唔使再多講啦。所以亦都因為咁樣嘅情況啦，美國嘅製造業其實佔咗佢哋美國嘅 GDP 咧好少個 percent 㗎咋。但係美國嘅消費咧係佔咗佢哋美國嘅 GDP 7成以上。其實任何一個國家都係㗎，某一個領域上面佔咗佢哋嘅 GDP 5成以上咧，呢一個就係唔健康嘅情況嚟嘅。美國就正係咁樣嘅處境。美國所謂嘅 GDP 啊，可以話到係高度依賴人民嘅消費力㗎。咁好啦，經過啱啱嘅民調，既然人民嘅消費情緒咧係有所下滑，咁即係話嗰個國家嘅經濟增長咧係將會受到壓力㗎咯喎。事實都係嘅，近期美國嘅經濟數據咧就已經出咗爐啦，零售銷售額下跌咗0.3%，日常消費品嘅銷售量下跌咗1.2%。咁點解會出現下滑嘅跡象呢？一係咧就係嗰啲美國人有錢但係唔想使錢，一係咧就再簡單多少少，就係嗰啲人啊冇錢使。但係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正常嚟講 GDP 一定會跌㗎嘛。咁點解美國嘅 GDP 會升咧？咁就要講一講美國嘅政府出咗啲乜嘢財技啦。
大家都知道啊，特朗普玩財技咧就最厲害嘅。但係我想講啦，其實唔單止特朗普嘅，美國嘅官員啊，財技同樣厲害嘅。嗱，早前特朗普就話到啊，美國嘅失業率唔應該咁差嘅，會唔會係美國嘅官員偽造個失業率嘅情況啦？又或者最近特朗普頒布一系列嘅政策，得閒就令個股市升下，得閒就令個股市跌下。即係美國嘅股市升與跌咧，全憑特朗普嗰把口啊！咁相對於咁虛浮嘅 GDP， 所以近幾年先有人講，其實中國實力咁強勁，分分鐘勁過美國嘅喎。而呢番説話就正正體現喺購買力評價裏邊啦。咁點解中國嘅購買力評價數字咁好先？遠遠超於美國喎。其實就要講翻我哋近幾年中國嘅科技突圍、內需升級，仲有貿易啦。其實本來嚟講科技、內需、貿易呢三個都係不同範疇嘅，但正正就係因為我哋中國嘅政策將呢三個不同範疇嘅東西融合起嚟，產生出一個協同效果。2025年出咗一個 AI 系統，就叫做 DeepSeek。以前美國人成日就話到芯片係佢哋主導嘅，係佢哋地盤，冇人可以打破美國壟斷芯片嘅地位㗎。而美國點解咁大聲講得出呢番説話？就係因為佢哋做咗一系列嘅政策，唔俾我哋中國擁有高端芯片。但係自從 DeepSeek 出現咗成個世界就唔同晒啦。以前喺我哋嘅理念裏面芯片越精細越好，越高端越好。但係 DeepSeek 就同我哋講一樣嘢，一張芯片唔夠嘅話，用2張咯；唔得嘅話，用100張，一樣可以突破你所謂嘅高端芯片嘅領域㗎。同埋我哋已經講過好多次㗎啦。呢一個世界有幾多人用高端芯片啦？成個世界用得最多嘅芯片就係常規芯片、普通芯片。若然從芯片呢個領域嚟講我哋中國嘅市場佔有率超過咗一半。同埋每一日我哋睇新聞都講緊中國突破咗啲乜嘢科技領域嘅。就例如話早幾年前無啦啦所興起嘅新能源汽車近幾年我哋中國嘅新能源汽車銷售額已經位居第一㗎啦。2025年上半年嘅出口量增加咗18%。咁成個世界咁多人買我哋中國嘅新能源汽車源於一件事，就係我哋中國擁有咗完善嘅國產產業鏈。寧德時代嘅電池邊一個未聽過？中國最叻嗰間車企比亞迪，邊一個唔知道比亞迪造車有幾犀利？呢啲咪叫做科技嘅突破咯。咁好啦，科技突破咗亦都令到內需升級嘅。根據2025年上半年度嘅計算中國社會嘅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咗5%。喺呢一類型嘅消費裏面貢獻咗 GDP 50%。點解會有呢一個情況？咪就係因為我哋中國政府嘅政策嘅厲害咯。中國政府對於呢一類型嘅新能源車企做咗幾多補貼咁補貼多咗咯，真正嘅消費者去買呢部車嘅時候，個價格咪平咗咯。咁好啦，亦都因為呢一個情況大家都願意使錢去買一架新車。呢一點就係科技推動咗內需。其實所謂嘅內需都仲有好多個範疇嘅。就譬如消費結構消費習慣生活亦都推向高品質，人民嘅生活環境亦都開始智能化。冇錯，美國近幾年對我哋中國不斷制裁、不斷限制，又打什麼關稅戰貿易戰影響確實有嘅。但係好彩我哋中國人夠努力，國家亦都支持我哋嘅研發。既然所有嘢都能夠由中國製造啦，仲使乜靠你美國咁講埋最後貿易嗰方面2025年上半年嘅數據，我哋中國對東盟、中東甚至乎非洲地區嘅出口額增長咗10% 以上。仲有大家記唔記得一帶一路倡議經過呢個一帶一路倡議嘅貿易總額提升咗40%有多。仲有我哋中國幫其他國家做嘅列車基建以前就話乜嘢都要靠船運、靠空運。中歐班列中老鐵路呢一類型嘅鐵路系統落成咗之後運輸成本又平咗，運送速度又快咗，仲要唔使受其他國家嘅掣肘添。咁出口多咗，我哋人民咪賺到錢咯。咁所以話到呢一啲咪就係我哋中國政策嘅厲害咯，能夠將科技、內需加貿易呢3個完全無關事嘅環節整合起嚟，變成一個良好嘅循環。呢一方面美國係學唔到嘅。嗱，點解講美國學唔到呢？美國政府就出名朝令夕改嘅。佢哋嘅政策今天的我就打到昨天的我。喺美國做生意，日日都要睇住特朗普所講嘅說話。每逢特朗普有啲乜嘢新嘅諗法、新嘅變動，
嗰班美國企業啊，全部都要跟佢改。咁長此下去，邊有咁多心力去迎合阿特朗普啊？但係我哋中國就唔同咯，只要訂立咗個目標，全個國家一齊向個目標進發，呢啲咪叫做團結咯。你要嗰個國家經濟好，一定要人民賺到錢，人民先有消費力㗎。美國每一日都受緊債務問題所困擾，咁你喺美國裏面居住啊，政府嘅煩惱亦都等於你嘅煩惱，你仲邊有心情出去消費啊？再加埋特朗普嗰啲關稅戰啊，好幾十個企業都俾佢搞到破產啦。以前美國點解稱自己係強國啊？因為佢有美元霸權、軍事霸權、科技霸權。但係而家呢幾個霸權好似慢慢俾我哋中國取代喎。咁所以最近亦都有聲音傳出啊，美國已經再唔係強國啦，反而新一代嘅強國就係中國。我哋中國有龐大嘅市場、強大嘅科技實力，仲有不同領域嘅完整產業鏈。最緊要嘅就係我哋中國政府嘅政策，就並唔係好似美國咁樣，每一日都諗住打擊其他國家，要從佢哋嘅盟友當中吸晒佢哋嘅血。聽到吸血呢個詞語都知有幾唔健康啦。所以我哋中國超越美國啊，呢件事遲早都會發生㗎啦。大家唔使驚訝，亦都唔需要俾嗰啲小人啊，懶係用美國嘅 GDP 想打擊我哋中國人嘅信心，呢招唔 work 㗎。咁今集我哋嘅分享呢就去到呢度啦，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哋香港青年頻道，拜拜。